阿不早把手中拿，再改起手写分明，急急迎来不留定。九里山外叫谁名？耳听有人叫谁名？想起我父母关人，我看他名字毫无要传相，为什么青春年少丧了命？换来名相难作证，想必生死早知定。命中好来命中坏，吉凶我不能料定。算得准来再付钱，算不准来不要你。先生自称算得灵，请他与官人算一命。家道平安实难图，哪有人间来算暗命？声声高叫无人听，不见两家与同行，难道来意已听见？难道家中无余人？我想起了杨家家道平，莫非是富有人才来算命？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，得到海里娘娘名，大户人家叫算命，明镜挑水无良人，中等人家叫算命，台中台湾台地心，贫穷人家叫算命，不要银子破花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到天洞的你是能送，有小儿没告病。
命